无上天尊。姑姑，请问施主是前来烧香拜佛，还是随喜结缘？我是来看望静修师太的。施主是认得静修师太？ 2年前，我曾经在你们观中借住过一段日子，静修师太对我百般照顾，所以今天特意来看望他老人家。既是故人，请施主在观里休息片刻，我前去禀报当家住持。有劳姑姑。施主这边请。施主请进。施主请坐。我这就去禀报当家住持。有劳姑姑。其实啊，我就是这意思。那白玉堂能够2度进宫，我展昭为什么不能呢？即使要去，也千万别急，白天先去把地势看好。师傅，我什么事？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，是哪家的姑娘？外乡口音，几年前来过观里几日，与静修相熟，这次专门来找她。现在何处？弟子见她长相清秀，就将她带进禅房，留在那里了。一个外地姑娘，太好了。是个漂亮姑娘哦。这里不是桑花镇，不要一听见漂亮姑娘就两眼发绿。我只是问问而已。蓝松的王舵主1个月前就打好招呼了，这女子归他。我帮她验验货，看看值多少个银子。少废话，忙你的正事去。慧晨，我们走。施主，这是我们道观里的住持。见过住持。施主请坐。刚才听慧晨说，施主是静修师姐的故人。静修师太，她人在哪里啊？ 2年前师姐患了重病，当时我正在外云游，听到此消息后，匆匆赶回来见到最后一面后，师姐便先去了。从此我便放弃云游，代替师姐打理这里的事务。原来静修师太，她已经……施主现在身居何处呀？我就住在汴梁城里。既是如此，可在本道观中多住几日？不必了，我回去还有些事情要处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先不打扰了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光顾着说话，都忘了请客人喝杯茶了。慧晨，去帮客人倒杯茶来。赶车的，知不知道云翠观怎么走？一直走，穿过镇上，到西口，往南就是。走，这些人真是有娘生没娘教的东西，问路也不打声招呼，问过也不道声谢。大伯，我看他们的装束应该都是江湖中人呢。听说云翠观现在的住持，以前就是杀人放火的江湖女魔头。大伯，我在这儿下车了，给你银子。谢谢。撤。
谢谢。施主请用。师太，那我今天就……给我拉到后面厢房。要要御印。见过两位师傅。不知4位壮士前来所为何事？我们是来找净道师傅的。哦，4位认识净道？不认识，我等奉金钱堡东方明大哥之命前来的。在下便是净道，不知4位找净道所为何事？长沙王府朱大人有一封非常重要的信，让我亲手交给展昭。可是不巧，展昭现在不在关内，去了哪里？不知道，说是天黑以后才会回来。那行吧，我们就在此地等他吧。 4位壮士，本观乃修行场所，不如4位先去镇上找家客栈住下，等天黑了再回来，这样会方便一些。那就有劳师傅了。等展昭回来之后，麻烦通报一声。告辞。 她身上没有别的兵器，师傅，这么柔弱的女子，真的要将她绑起来吗？那也不可掉以轻心，快去拿绳子来。嗯。师傅，师傅，又有何事？外面来了一位美男子，五官俊朗，简直……小妮子，一见到年轻男子就两眼发绿。师傅，您要是见了，3魂也一定会丢了2魂半。哦，那比展昭如何？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。走去看看。嗯。 施主，这是我们家师傅。在下见过道长。公子请坐。啊。没想到静修师傅如此年轻。公子错了，在下静道，静修是我的师姐。哦，那不知静修师傅现在在哪里？ 静修师姐2年前就已经圆寂归西了。请问静道师傅，今天上午桂冠有没有来过一个年轻的女子？没有啊。那没什么事了，在下先告辞。公子请留步。请问公子所打听的女子是你的什么人？ 哦，只不过是在下的一个普通朋友而已。慧晨，今日上午是不是来过几个女子？哦，是的，都在后面静园里听金元师太讲经。不知贵友是否也在其中？那就有劳静道师傅帮在下打探一下。我的这位朋友呢，姓金，名雅兰，叫金雅兰。可讲经之时不便打扰，不如公子先随我前去看看。 若是贵友真在其中，我可悄悄将他唤出，以免打扰到其他人。那是再好不过了，有劳师傅。慧晨，去帮这位公子泡杯参茶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公子，请随我来。
子请进。公子，你先在这里稍作休息，他们就在隔壁。哦，好，道长请便。施主，请慢用。多谢，请回吧。大哥，要不咱们从侧面走吧，这样会惊动他们。行，走。4位壮士来了。师傅，请问展昭可曾来过？4位壮士，请随我来。师太，展大侠呢？展大侠有请。我等见过展大侠。展大侠，我等奉朱英大人之令前来听从首领指挥。哎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以后就不必客气了。哎，敢问尊姓大名？在下汤魁，在下孟强，在下吴元凯，在下吴可胜。好，各位兄弟，有礼，有礼了。有礼。展大侠，这是朱英大人给您的密信。哦。灰尘，准备好了吗？各位施主，后院已摆好酒席，师父要为诸位接风。请吧，请诸位兄弟。展大侠，请，请。这承蒙王爷不弃，委以重任，又请了诸位来协我一臂之力。在此呢，我在这里谢过诸位英雄，敬了，敬了。来，好。来，好酒，来，请。不错。这道观之内，怎有酒肉？不瞒诸位，本道观虽然僻静，但经常有东京城内的王公贵客光临，所以也常备有酒肉，以便招待贵客。是吗？我就说这酒肉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场合呀？哎呀，你管他这是和尚庙还是道观呢？只要有酒有肉，闷头吃就行了。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就是，吃。在下敬诸位一杯。来，喝。来。不错，好酒。诸位请慢用，在下先行告退。来。好，请啊！来人啊！来人！喂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要迷倒我啊？错了，宝贝儿，是你把我迷倒了。你脸红扑扑的，你喝过酒了？还不都是你这美男子害的？我问你，今天你来找的那位女子，她是你的什么人？哦，她呀，她是我的贱内。哦，那你们为何不一同前来？有点不太好意思说。你这般伶牙俐齿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哎，其实呢是这个样子的。昨天呢，我应朋友之约到天香楼去喝花酒，这很正常嘛。但是没想到呢，回到家以后就跟他大吵了一架，搞到他今天啊非要跑到云翠庵来找静修师太，还说要削发为尼，所以我没办法，只好跑来找他了。哦，那你经常逛窑子喝花酒？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小宝贝儿，你师傅上哪儿去了？你问我干什么？要找自己去找。你年纪不大，醋劲不小啊！我问你，今天的女子被关在哪儿了？无可奉告。
你他妈吃什么飞醋啊？我跟那个女的只不过是逢场作戏，我老实告诉你，过一阵子，我带着你跟你师傅回长沙，到了王爷府啊，让你们俩还了俗，我就娶了你们两个。可是，要是师傅不让你带我走呢？这就由不了他了。别把我惹毛了，把我惹毛了，只带你去，不带他。只是……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赶紧带我去，省得一会儿撞见你师傅，两只醋坛子撞一块儿，一地酸哟。师傅啊，他今天晚上不会出来了，他正忙着呢。你什么你呀？我一世移民差点敬丧于此。你敢调戏我！来人呐，来人呐！兄弟们，上！师太，要不你先休息片刻，来对付他，然后我来陪你。别过去，受伤怎么办？哪儿来的小毛贼？功夫还挺不错的嘛！兄弟们，咱们前后夹击，别让他跑了。你们都给我抓活的，别伤了他。兄弟们，上！没想到这位美男子武功也如此了得。这四个笨蛋武功也太差了。那你为什么不上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万一他要帮凶呢？再说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绝对不会暴露我自己的身份的。小宝贝儿，你就别抵抗了，只要你听话，以后我就只疼你一个。又来一个，照样给我拿下！呀！
追不上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后面来的那怪物啊，武功比这2个强多了，就他们4个一起上，一样没戏。谁？是我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你去哪儿了？我都看到了。展大哥料到他还有同伙，所以不能轻易暴露。你把我关在这里，究竟想做什么？既然都到了这儿，什么反抗都没有用，所有哭闹也都是徒然。现在你唯一的出路，就是服从。你我素无恩怨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开封府过来的，他们已经知道我来了这里。如果明天我没有回去，他们定然会来这里寻找，到时候你就完了。已经有人来过了，不过是个小白脸儿，除了佩剑，还有一囊石子。他过来了。没错，他就是御前4品带刀校尉，人称江南5蜀之一的锦毛鼠白玉堂。哦，他就是传闻中曾经2次闯入皇宫还能全身而退的白玉堂。正是。哼，你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快点放了我，我还能替你说几句好话，对你从轻发落。白玉堂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抓了他了？就在距离你2丈不到的另一间房间里，你们俩曾受过同样的礼遇。你胡说！你不可能抓得到他。他佩戴的是一把龙泉剑，镖囊里装的是石子。我闲着没事儿就数来玩，一共24枚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你快点放了他！你们生不能同床共枕，死我一定会让你们同穴而眠。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你这样做，开封府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我本来就是官府要抓的杀人犯，死之前如果能有白玉堂做垫背的，我也就死而无憾了。你休想！你快点放了他，你听见没有？快放了他，你听见没有？4位壮士，气死我了！那小子比兔子跑得还快。文君上，要不是他跑进树林，早就被我们几个抓住了。江湖上有句行话说得好，遇林莫入嘛。哼，这林中肯定有诈，明面上打不过我们，想把我们引进林子，我们大哥才不上当呢。对，4位壮士，里面那几位师妹还等着你们进去喝酒呢。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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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人？别怕，我是月华。你终于来了，五爷也落在他们手上了。五爷已经逃走了。逃走了？开封府的人马上便会倾巢而动。我先进城里，把王爷拜托的事情安顿好。你收拾行李，不让任何人发现。我一回来，便带你离开。但要是开封府的人来了，怎么应付？你带着白玉堂和他的夫人躲进地道，任由那4个笨蛋和他们作对。可他们4个绝不是王朝马汉的对手。别担心，我只要在城里一得手，他们便会撤回去。
喽，搁这儿就行了。奴婢告退。万岁，以前袍冠带履都放在寝宫之内呀，晨起之后刚好穿戴。可近日为何您要将它们放在外面呢？今日宫中不少妃子受了风寒，听说朕的袍冠带履能够辟邪，所以朕就将它放在这儿，等于也替爱妃挡一挡邪气。原来如此，臣妾多谢万岁专宠。哎，要是爱妃中了风寒，传给了朕，总不是个好事儿吧？万岁无极，乃天下无极。万岁刚才的话，那是站高望远，臣妾实在是钦佩不已呀。万岁，时辰不早了，请宽衣就寝吧。嗯。这么说来，这个云翠关定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。糟糕，那雅兰姑娘不明就里，恐她遭了那些云翠关的贼子们的阴谋诡计呀。我现在拿了兵器啊，我马上还得回去。啊，不，五弟，咱还是小心为妙。四哥陪你一起去，不可掉以轻心。那三哥也陪你去，不可掉以轻心。俺也去，俺也去。哎，你们都去了，谁来守卫开封府啊？对，大哥说的有道理。咱也去提防贼子们的调虎离山之计。这样，让老二和荠菜花跟着老五一起去，如若不行，我们再增援。哎，要我说，你们几个都不用去了。我现在手上有了这家伙，定能够将那个假道姑还有4个贼子制服。哎，五弟，你武功高超，但是贼子们阴谋诡计啊，他知道你去而必返，是有所准备的。万一一拥而上，不讲江湖规矩怎么办？有二哥的雷公蛋陪着你一起，我们也放心啊。这样也好，多一个人，多双眼睛，多份安全。简直太不像了！他这眼里到底还有没有？老大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是说老五也不带老仙去，太不仗义了。回去睡觉去。还睡？我到衙内走走，去巡视一番。也不知道五弟在那边碰到了什么样的麻烦。大哥，五弟那脾气您不了解。啥脾气？他什么时候回来搬过救兵啊？他但凡回来找我们，那一定是在外面遇到了大亏啊，他才来搬救兵。他不是搬救兵，是家伙丢了。哎呦，我的亲大哥哎，那是个借口，他总不好意思说他在外面被别人打败了吧？那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挡着他们呢？呀，大哥。五弟那是个驴脾气，咱只能顺着驴毛摸，不然他肯定一意孤行啊。在陈州的时候，我看沈仲元戴这个鬼面具好玩，我就跟他要了过来。那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带着他？你家那位面皮薄，要是撞到别人看到他吃大亏，他肯定挂不住。我想到时候赶他走，他也不会走，那岂不是就等于用他自己的身体迎接对方的硬刀子吗？我可不想让你下半生搂着一个残废啊！行了吧你这张利嘴啊，我是说不过你了。不过现在至少你可以放心了，因为你家那位应该已经去开封府搬救兵了，只等天一亮啊，我们两个去看热闹。
来！各位，又有贼子潜回来了。什么？在哪里？大家不要慌，他现在就在关中。你们几个待在原地不要动。4位壮士，请随我出去。走。我扶起来。哎，师太，展大侠去哪儿了？这么大动静，怎么没见他出来呀？他正在执行王爷交办的公差，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全力的协助他。请问师太，我们4人如何协助他？你们一边2个在厢房2边守着，只要有人一踏进这院子，立刻就操刀进攻，这就是协助。老2、老3，你们在左边埋伏，我跟老4在右边。好，我就在那前面守着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千万不要暴露了行踪。行，走。林晨，你在哪儿？给我出来！谢谢老五，别喊了，也没人呢。二哥、二嫂，你们就留在这里，我进去看看。万一如果有高人的话，我再过来通知你们。五弟，你千万要小心。赛花，他这人性格我不放心，我盯一下，你多啊。林晨，出来啊！小子，你有胆子还敢回来？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哼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！哼，别耽误小爷时间了，一起上！老五，放开！你们都出来！慧晨呢？你们都跟我出来，别大声。你们4个先去林子里躲避一时，等贼子走了，我自然会叫你们出来。我不叫，你们谁也不许出来。好，是。贼女，你往哪里跑？哎呀，干什么呢你？哎，四叔，这儿没人呢。废话，我也知道没人找啊。哦，走啊！老五，我来帮你啊！哥来了！还有俺母老虎！
那玩意儿可是俺抄的。大爷，我是斯文的。大家，别杀我！哎，别后头！三哥三嫂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四他们来的。我向大哥保证过，说带他们来是观摩武帝你怎么杀贼的。结果他俩一来，这就是一顿乱打，你看差点把武帝的局给搅了。行了，现在都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赶紧找亚郎和那银妮，咱们大家分头行动。这里交，我去那边看看，你们随便啊，交给你。对，臭老乡，走。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嗯？那盐泥不盐道到底藏哪儿了？